关心捷运车厢的烧料案件。这捷运车厢的烧料案件真正是有够济，不过这摆犯案的是调查官，而且佫是大官。这个离境案件发生伫去年底，平常时上班的时间，这个捷运板南线为这个往台北方向车厢内底，拢总是上班族。有一个小姐发现讲，伊私密的所在，互人卡着，行一个赶紧闪。5分钟后，又有另外一个多满18岁的这个查某囡仔嘛受害。伊随阵呢，而这对讲去报案，本来调查官是无承认，讲只是呢头咧咧耍手机啊尔。要么两个被害人坚持要甲告，警方依法将这个调查官函送侦办。上班时间，捷运站拢是人，车厢内底嘛拢客甲可出出，想不到竟然有人趁机会犯案，而且佫是调查局的高阶干部。抓到大型的诈欺机房，代表调查局出面受访的民事之声，竟然防指控伫咧去年底12月29下晝9點20分左右，在捷运板南线伫咧港仔喙站驶往龍山寺站较长的路线，先徛伫咧28歲小姐面头前，好打去甲被害者的私密部位。被害者行啊紧闪开，嫌犯唔知死，竟然佫伫咧龍山寺站驶往西門站的路，佫一要吸一个拄滿18歲小姐。不过即擺小姐直接去對講機報案，發現嫌犯伫咧5分鐘內小連續犯動敗案，警察接到報案，隨趕到台北車頭的月台，當列車入站開車掠人，隨網嫌犯無承認，講是額頭伫咧擼手機啊。不過兩個被害者互相無熟悉，無可能當時捕獲同一個人，而且伊攏堅持提告。調查官嘛以強制猥褻罪防移送北檢。調查局在案件北康，才發聲明講，科長的行為唔對，若犯法，佫互調查局的名聲臭去，已經甲伊調職。警察佇到時做筆錄，才發現嫌犯竟然是調查局的科長，而且做過高官秘書、外勤主管，官運一路順，是調查局的明日之星。所牽涉到強制猥褻罪，愛聽候調查。華視新聞看起來，趕快訂閱我們的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，歡迎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。